別人家的房子都在公園旁，而你家的房子就在公園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四川仔 Alan 啦。今日 Alan 咧就去到三康嘅豪宅標間駿景峰。之前咧官價要去到15000幾，最低14000，而家咧就只需要12000幾，即時係可以上車噶啦。而且咧3萬蚊首付就可以買到。呢個盤咧係叫做三康嘅標間，同埋咧佢25分鐘咧可以去到港珠澳灣，個兩中途咧直係可以去到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等等嘅。同埋呢個盤咧，而家咧係買樓贈送家私家電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。跟阿 Alan 咧就第一時間過嚟俾大家拍下我哋今次嘅落王單位33棟，喺自己屋企咧就可以望到別墅景、山景、湖景、高爾夫景4重景觀環繞，大家中意嗎？我哋而家事不宜遲，招水片。船看有誰人又相信一世一生這膚淺對白，來吧送給你要幾 OK， 而家上到咧33棟嘅示範單位，33呢一棟係現樓，即刻買即刻上去。哇！大家感受呢個景觀啦，喺自己屋企路客廳咧就可以感受到呢個山景、湖景、高爾夫景，加埋呢個別墅景觀4重景觀環繞啊！哇！呢一個景觀係舒服。呢一個盤咧係屬於叫做三康嘅豪宅。呢一個單位咧89平方，3房2廳1衛。呢一個位置咧係做翻一個露台位置，而且係贈送一半。交付嗰時咧呢邊係要翻一個玻璃嘅透明啊。呢個咧如果有封埋窗，好似咁樣咧，簡單啲咧幾千蚊咧就可以咁樣做。呢個先得幾千蚊咋，鋪埋地磚啦，加埋咧唔使一皮嘢1萬蚊搞掂。呢個櫃咧後期都需要自己做啊。呢一個係交付標準係加埋裝修，就係呢個電視嘅背景牆就冇，就係白色嘅魚膠叉，全部係白色嘅。如果你要裝埋呢個背景牆咧，就後期自己裝嘅。呢一個89平方咧，廳咧係去到3杯半嘅呢一個開間。呢邊咧就係屬於一個餐廳位，餐廳位咧正常呢個位置咧，坐埋4到6個人咧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跟住問號呢個位置啊，佢交付標準問號咧，全部用翻智能嘅問鎖啊，係可以手機監控嘅密碼指紋啲下卡都冇問題。呢個係個位咧，佢都係屬於交付標準啦，交樓全部都係好齊晒嘅。廚房咧係做翻非常之大，哇！大家出嚟望下，先睇出面先。呢個係新河露台89平方2個露台，呢個露台咧係好通風。你到時擺洗衣機喺度晾衫啦，通風效果好咧，你個衫咧可能你嗰一晚晾到衫咧，聽日朝早一起身咧，你個衫咧就可以着噶啦。所以呢邊嘅戶型通風係非常舒服。廚房咧就做到 L 型嘅，跟住咧呢個位置係做翻一個洗餸嘅盤，而且佢呢一個咧係可以抽甩式嘅，咁樣左右轉動洗下咁啊，可以咁樣拎翻出嚟咁樣長嘅。可以收翻。呢下面咧就全部做翻啲櫥櫃，大家睇下係好舒服嘅。跟住廚房3件頭，用翻豐泰嘅品牌啊，抽煙機、就爐加埋消毒玩具，全部都係有嘅。呢個位置係可以擺埋一個雪櫃位喺度，高啲嘅都冇問題。哇，89平方賣翻咁多嘢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嘅。而且佢呢一個盤咧單價咧先13000幾，帶埋裝修。跟住佢呢邊嘅位置咧，呢一個戶型咧係做翻一個衛生間，衛生間咧全部都做到間沙分嚟嘅，沖涼房啊、馬桶啊都係有嘅。跟住洗手盆咧就係做翻出面嘅呢啲收納櫃啊，哇！而且有着燈嘅同埋加熱，就比較有水灑到呢上面咧可以加熱，就上面就冇水珠噶啦。跟住呢個位置係屬於一間客房或者 B B 房都得。呢間房咧係可以擺尾5個床，飄頭位都係全贈送嘅。但係呢間房咧景觀就差啲，但係佢採光都冇問題嘅，只不過景觀望到對面啲樓就差少少呢樣嘢，其他冇問題嘅。呢個咧就係屬於主人房噶啦。其實咧主人房咧，俾大家講下，其實呢度係3間房，點解2間咧？因為佢呢間咧到時交付咧，呢度有個門做嚟嘅，呢度其實係一間房嚟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屋企冇咁多人咧，或者唔想住唔想要咁多房間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
3間，好似而家變成2間。呢間房咧係可以做翻一個衣帽間喺呢度㗎，係啊，哇！望到呢個景觀真係舒服。如果喺香港你望到呢啲山景嘅別墅景區啊，似嘅呢一咁嘅房咧，你冇呢個1000萬起步咧，最低1000萬啦，你真係買唔到呢一隻會員嘅啊！跟住佢呢個位置係做可以擺2米嘅大床，兩邊擺嘅床櫃咧，呢個空間都係厚闊嘅啊！而且飄台位咧，全部係可以擺埋榻榻米，到時咧好似咁樣兩邊做一個，可以飲下咖啡啊，飲下茶啊都得嘅，可以或者係有時人多咧喺度坐下，或者飲下茶睇翻出面嘅景觀視野，哇！真係舒服。呢一個咧就係大家嘅養老生活啊，所以港人退休呢啲盤咧係非常之值得嘅。買呢度咧就主要買翻個景觀，如果景觀唔好咧就唔買呢度噶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最主要買景觀啦，所以你乜嘢都望唔到，所以而且係生呢個價錢13000幾咁高嘅價錢咧，我覺得就冇必要買。所以呢一個價錢咧，我覺得呢個景咧，我覺得係值得嘅。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，一生經過彷徨的。OK， 第二就會員咧係108平方嘅3房2廳2衛雙露台啊！呢、一個門口位置咧就係咧門口對面就一幅牆嚟㗎啊！呢、個對風水都 OK， 呢邊後面咧就可以做翻一個好大嘅鞋櫃位。呢、一個位置咧鞋櫃咧全部都係送俾你哋嘅。跟住過到嚟咧呢一個位置咧108方做翻南北對落雙露台，哇！真係好通風。呢邊就係屬於做翻一個餐廳位置，哇！呢、一個空間全部都係睡嚟㗎，係大家估下呢個可以坐幾多人？跟住呢個門口咧，交付就係咁樣，有個玻璃嘅頭門，一個係咧 L 型嘅廚房，望到嘅都係你嘅。廚房冇呢啲高壓瓢盆啦，廚房3件頭加埋廚具，乜都有晒嘅。跟住呢個位置咧，露台位咧係正上一半，哇！晒露台望出去，成個山坑嘅神奇景觀啦〜正收眼地啊！哇，真係非常之舒服。呢、個就係下廳位，哇！大家估下有幾闊啊？3米8。跟住佢呢個位置咧，係做翻一個風窗嘅位置嘅。但係咧，交標準嗰時咧就係冇風窗嘅啊，都係同樣玻璃頭門。風窗咧後期係需要自己封，我幫大家搞定，都係唔使一皮嘢啊！望出去呢個景觀靚唔靚啊？真係舒服。退休咧〜先揀呢啲景觀先係叫做退休噶嘛。住喺呢度咧，你成個人嘅心情都好多噶啦。啊，間沙分嚟嘅沖涼房啊，沖涼都係可以坐住沖涼嘅啊，有嘅飄窗位，係老人家係比較舒服。係啊，濕馬桶啊呢啲加熱嘅燈光啊，全部乜嘢都有晒嘅。啊，下房方方正正，係啊。呢間房咧係可以做翻一個 BB 房嘅，可以做翻一個上下床都冇問題嘅。對面呢個咧，哇，景觀最靚啦！哇，一起身你個眼一睜眼望到呢個景，大家可以想象下，如果呢個係你屋企係咩景觀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噶。主人房咧就係比較舒服噶啦，佢係做翻一個頭房嚟嘅。頭先89方咧就冇主人房冇呢個會升加啊，但係呢個係108方就係有嘅，擺2米嘅大床，呢邊成一排做翻啲櫃，哇！女主人家呢個舒服啊，成一排都係你嘅衣櫃，呢邊咧係可以做翻一個梳妝台，咁樣坐下化下妝啦，哇都舒服嘅，呢個都係你家嘅，跟住係可以一轉身可以望到呢個景觀，但係你呢張床咧頭咧啱好望嗰邊咧就唔使轉身噶嘛。主人房咧都係做到間沙分離嘅沖涼房 ，OK 嘅。大家睇下呢個空間夠晒大嘅，啊！如果坐貴咗咧，喺度坐住沖涼都得。所以呢個空間咧係比較足嘅。呢、個係108方嘅會員，官價咧都係13000幾，首付咧都係20幾萬上車。但係而家咧要翻一個低首付，3萬蚊首付，即係可以上車噶啦。而且呢個位置咧。25分鐘去到港珠澳口岸，過翻
香港㗎啦，有巴士嘅，作為廣通嗰啲亞居路巴士啊，或者係廣通巴士啊，可以去翻香港嘅太子啊、荃灣啊、尖沙咀等等咧，都有10幾個地區嘅。買喺呢度咧，主要咧係買嚟退休養老居住比較舒服嘅。如果買嚟投資咧，我覺得呢度就唔必要買㗎，因為呢度價錢相對下比周邊嘅樓盤啦，有高多3000蚊到5000蚊平方。但係買呢度咧，主要買呢個景觀同埋對生活有品質嘅。呢邊咧係屬於3鄉嘅豪宅，別墅一間咧去到500萬起步嘅，但呢度一間房先120萬，大面積多啲咧都係唔使200萬嘅，首付20萬，我覺得係好舒服嘅。大家如果中意呢個會員，想過到呢個盤實地考察，可以聯絡上方 A 輪嘅我先，或者係打電話俾我，我可以安排車咧直接去到你屋企樓下，出翻你過到現場呢邊實地考察，而且係全程免費。好啦，今集影片差唔多介紹到呢度噶啦。大家如果中意我嘅影片，可以下方點翻一個關注，後期咧有最新影片啦，大家就唔會錯過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